我表演單車變摩托，4個水能量。到你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唔知大家前排有冇睇到 Pokemon 30週年嘅資訊？29年前嘅老玩具 Pula-Colo 即將喺今年嘅7月重製。咁但係今日我哋夠版買咗4盒同大家嚟開箱，睇下究竟呢個遊戲係點樣玩嘅。咁今次我哋嘅 Pokemon 色仔玩具咧，首先第一盒咧會有雷鳥啊、車里龜、水箭龜、卡美龜以及卡比獸嘅。咁點解會買呢4盒咧？因為大家可以見到啊，其實呢4盒嘅包裝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咁我哋咧順便嚟了解下，究竟呢啲唔同嘅包裝入邊咧有啲乜嘢唔同。咁首先雷鳥嘅部分咧就會有一隻雷鳥嘅色仔啦，咁然後呢3個係能量色仔啦。喂！唔怪得佢叫 Pula-Colo 啦 ，Colo 咧就係 Cycolo 就係色仔嘅意思。咁 Pula 係咩咧？一開頭我以為係 plastic， 點知係Gunpla，係高達嗰個 Gunpla 嘅 Pla。咁官方嗰條片都有簡單講過啦，就係你需要咧係砌自己嘅色仔啦。咁樣自己嘅色仔可以自定你要咩能量嘅。咁因為我哋對應唔同嘅能量係會用唔同嘅招式嘅，咁所以必須要睇你隻怪咧究竟係用啲咩能量啦。咁例如雷鳥呢個部分，佢嘅技能卡都幾好嘅。咁你見到統一都係雷屬性啦。咁但係視乎翻我哋擲出嚟嘅雷鳥嗰個姿勢係乜嘢呢？我哋嘅技能係會有增傷嘅。例如如果你正面企喺度嘅話呢，佢係會追加10點傷害。佢係有4隻唔同嘅雷鳥嘅，咩意思呢？佢唔同嘅雷鳥呢姿勢係唔同嘅。咁以我呢一個呢，咁我就抽中咗 B 嘅雷鳥啦。咁然之後呢，你會見到下面佢會寫埋個 percentage 俾你噶啦。咁呢隻 B 雷鳥擲出嚟正面企嘅機率係23.71。反轉係6.29咁啊，全部有寫晒出嚟嘅。咁我呢一隻咧就係暫時正面嘅機率最高啊。咁啊呢個我哋就之後再研究啦。咁起碼大家知咗有呢啲咁嘅嘢先。咁睇嚟緊我哋嗰個復刻嘅版本咧係要係咁買啊，抽到我哋想要嗰隻為止啊。嗱，聽到呢個都覺得興奮啊！咁然之後嚟到車里龜盒，咁每一盒咧其實隔離仲有啲宣傳啊，佢又話入邊咧淨係得車里龜嘅啫，冇呢啲嘅。我估唔到呢個玩具咧竟然都係要抽。咁車里龜盒嘅內容物咧都係同頭先嘅雷鳥差不多啦，咁但係咧多咗一嚿咁嘅嘢，咁啊血量計嚟嘅。咁我哋抽到嘅車里龜咧係焦咪眼嘅車里龜，即係第3隻呢個。咁而呢盒嘅車里龜盒有啲咩特別咧？其實佢就係一個商業手段嚟嘅，佢就氹你買車里龜。然後可以玩進化，你唔買車里龜咧，你係唔可以進化嘅。咁呢個進化盒咧，見到入邊送嘅嘢又係唔同嘅。進化鏈兩款都係要抽嘅。水箭龜右手升高嘅，咁所以我哋中咗 D 嘅呢一款。咁然後卡美龜嘅部分咧，雙手打開，亦都係 D 款。咁進化盒入邊咧就送咗啲新嘅血量 counter 啦，有比卡超啦，血量 counter 都要抽。A1、A2、A3、A4、A5、A6、A7、A8、A3有8變怪喎，8變怪正喎。呢嚿嘢咧係攞嚟裝頭先嗰啲嘅 counter 用嘅喎，咁但係佢另外又有俾一個齒輪型嘅 counter 嚟喎，我搞好多花神喎。話車里龜就120血啦，卡美龜140血。水箭龜就係160血，咁如果擲到4粒水屬性嘅話咧，佢就會進化啦，咁然後變成140血，咁同埋會回20血嘅。哇，水箭龜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哇，水箭龜有8招。咁卡比獸盒咧，佢就寫住係擴張 pack 嘅，咁主要就係強化翻啲色仔去用。哇，真係傷人啊！咁然後呢盒入邊咧會有一個叫做招式卡嘅盒啊，咁然後有一個俾你放色仔用嘅，咁然後由於呢個係卡比獸嘅擴張包啦，咁所以咧佢有啲係卡比獸強化嘅道具，咁相信係對於卡比獸招式有利嘅一啲圖案啦，仲會有啲其他怪嘅招式卡，但係由於呢個係擴張包啊，所以卡比獸係唔包含喺呢一盒入邊嘅。咁細細粒嘅呢粒色仔咧，除咗頭先有做呢個血量計以外咧，仲有特殊嘅用途嘅。咁以火鳥為例啦，咁首先就係擲出1點嘅火能量咧，就會打10點傷害。咁以佢呢個例子，佢擲咗3個嘅火能量咧，就首先打30。咁然後咧，佢下面有個追加效果嘅，咁就係咧，如果隻火鳥係正立嘅話，你就可以擲12個嘅呢一種細色仔啊，每一個係正立嘅話咧，再追加多10點傷害，呢個運氣流啊。咁佢張圖示意啦，咁啊開到機，咁啊然後一次過擲12粒色仔，然後正立係有5個，咁所以咧佢係打30點，再加50點傷害，哇！呢個運氣流如果係擲到好嘅話咧，係一下秒殺㗎喎。2款唔同嘅血量計，咁先決定你要出邊招。我決定
打你20。好，咁佢擲到2個雷電啊，咁成功出招。咁我哋睇下呢一招嘅效果啦。咁啊，首先係打20啦。如果佢係企喺度嘅話咧，仲會追加10點傷害。如果係反轉嘅話咧，自己都會受10點傷害嘅。咁我哋睇下雷鳥咧，而家係面朝天嘅，咁所以咧就唔符合下面呢2個啦。純粹打我20點傷害。我哋就先扣20血。龜決定用進化，咁但係進化係非常之困難，佢要4個水能量啊！咁睇下我哋擲唔擲到啦？哦，得1個水能量啦，咁我哋嘅技能失敗，咁樣咩事都冇發生，輪到對手啦。我今次要打你30。咁要留意嘅咧就係咧，我哋每次出完招咧唔可以用同一張嘅技能卡嘅，咁即係話咧頭先佢出完呢一招打20咧，今鋪係唔可以再用，咁所以咧佢就決定用呢一個第2個招式打30，需要3個雷能量。哇，3個，哇，4個添啊！1、2、3，得翻70血啦。咁呢一招嘅效果咧就係，如果成功出招啊，首先打佢10滴血。如果前一關咧我哋用招式進化失敗嘅話咧，可以令到佢進化，咁但係咧就唔回血嘅。咁就簡單啲嚟講咧，就進化失敗嘅話咧，咁頭先用4粒水能量啦，咁今鋪用3粒水能量咧就可以進化噶啦。3粒。哇！成功進化啦！個進化咧比較特別少少啊。咁進化嘅話咧，我哋就會換新嘅技能卡。扣你10滴血。雖然2粒係好易嘅，1粒啫，20點傷害，3粒水能量嘅。啱啱好，1、2、3個水能量。咁我哋睇翻呢個招式啦。咁首先打20滴血先。咁然之後咧，如果趴住或者企喺度嘅話咧，我哋可以擲6個細粒嘅呢個角色骰仔，然後每日一個企喺度嘅話，再追加10點傷害。咁你呢個咧見到係細粒過佢好多嘅，咁所以咧佢要企正面咧都有難度啊。應該有一個，有一個啊，呢個企咗喺度啊。10滴將俾你。係啦，追加10點傷害。咁我今次用呢張啦，打你30滴血。3。1啊，得1個咋？4粒水能量打30血，2個技能失敗。我穩穩陣陣用呢張，扣你10滴。有啦，1個雷能量，扣10滴血。咁今次我用呢招啦，3個水能量，咁下一鋪咧我會減傷30啦，然後再輪到我嗰陣，我出招成功咧會再追加10點傷害嘅3個水能量。有正面企喺度嘅話咧，打對手嘅傷害咧會由+10變成+20，即係話我下彎出招成功嘅話會追加20點傷害，然後咧我而家減傷30，我睇你點樣打我。咁我都冇辦法啦，唯有出呢張先打得入嚟啦。1粒啊！好啦，咁由於今次咧我要成功出到招咧先可以追加傷害啦，咁我就一定係揀個最容易出嘅3水能量打20。我表演。哦，失敗咗啦，得1個水能量。打你20。有，得翻40血啦。咁我又要搏一搏啦，4個水能量。1個咋？繼續打你30，留你一條狗命。2個咋，放心。3能量打20。到你。20，個好易啫。咁由於佢雷鳥咧而家企咗喺度啊，又追加10點傷害啊！又俾人打30啦！我仲有10滴啊，又要搏啦！單車變摩托，因為如果我擲到咧，企喺度或者趴喺度咧，我可以又擲嗰個細細粒嘅骰仔啦。咁然後又有每一粒追加10點傷害。係我表演單車變摩托，4個水能量。你邊個刀啊？到你。用呢張得啦，輕輕鬆鬆。好啦，咁以上咧就係呢個佩拉克羅嘅實戰示範啦。咁你可以見到咧，我哋係需要揀招式啦，咁然後配合骰仔擲出嚟嘅屬性去進行出招嘅。咁隨住大家越買越多啦，咁儲咗呢啲嘅雙屬能量啦，咁就會令到你嘅骰仔更加勁。咁如果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，淨係買啲新手包咧，咁你可能會見到有啲咩格鬥加水啊，咩水加草啊，咁呢啲咧就唔係好適合我哋呢個車里龜嘅牌組。咁所以要勁咧，就要逼大家一定要買一啲有雙能量嘅嗰盒嘢啦。好啦，咁我哋 battle 完啦呢個 Pokemon 嘅骰仔遊戲，大家覺得點？我自己覺得係幾有趣嘅。一嚟咧，佢好簡單，入坑非常之容易，入邊有一啲特殊嘅嘢可以俾你玩，去玩呢一個嘅骰仔嘅企喺度啊、打側瞓啊、反轉啊。咁所以咧嚟緊正式版，我係會買全套。
再同大家開箱。咁今集嘅生活玩意就到此為止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繼續睇呢個系列，記得訂咗個頻道同埋 follow 嘅 IG。咁到我收到貨拍完片咧，我諗應該係8月頭啦，咁會再見到呢一個玩具嘅新影片。咁我哋到時再見，10倍。